恢复初发的心态。伊这讲是种时间搁来叫我动气，咱时常一个听我前世拢会安讲，哦，这个人求到了有够诚心的啊！啊有影，有个人啊，打求得到了足诚心，啊足拍拼。但过一段时间过了后呢，就无共款啊，这道心就提去啊。啊，咱身为一个人才，当然，咱受到前辈者甲咱栽培了后，豆豆啊，对这个无明理的，当然变成了有明理；对毋捌代志，变了捌代志。也毋过这个明理，确实毋是讲真正绝对的这个明理，只是知讲我即摆就是一个办天的代志安尼尔。但是呢，当豆豆啊，咱有了这个成就了后，情形又搁无共款。所以咱老师这讲我就甲咱讲，是毋是会生出了自大的一面呢？哎，当然啦，咱有了成就了，比如讲，咱本来也袂晓摕现金，也袂晓服务，也袂晓做工师，也袂晓做，咱有当一寡工课。豆豆啊，咱遮拢会晓了，哎，人讲本来是菜椒，啊变豆豆，一段时间了变成人油条，啊，若做油条了后呢？就咱老师讲的，就不能回复到出发的心态，迄款真诚的心个安怎豆豆叫无去啊？简单讲就是讲，咱伫咧办道务呢，就变成伫咧做道务，做事毋是咧办道务，无共款。所以如果对即个心反倒等于虚的一面啊，啊，所以这当中毋是咱所要爱。因此，咱老前人呢，就甲咱特别强调，讲无论在啥物时阵，心依何处啊？这也是咱修办道呢，必须爱去注意的一件代志哦。啊，咱在这个时间甲伫这个空间，拢是爱在这个挑心了水的这个意见，但是这是一种安怎？即款的这个意见是一种比较较笼统。但是咱即摆要讲的就是啥物？咱实际面具体面，啊，这具体面是伫对一搭。咱老前讲爱坦白光明，坦白光明。其实坦白光明这四字呢，我相信讲咱各位先生大德，那以面上安尼甲看来，也免啥想解释啦，坦白嘛。我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很坦白。啊，光明，讲前途一片光明啊，吼，无乌啊，迄就是光明。但是实际上，这个本体面的这个坦白光明，甲就是讲由本体面实际都露出来，这个坦白光明到底是啥物？一定爱一致。人讲来讲，体容爱合一啊。所以真正坦白光明，就是心口相应，言行合一，心。口、言甲行，但是讲内甲外是共款的，啊若无就变成了咱头拄仔我讲的迄个伊的即个虚巧言令色啊，诶外口甲内底真正完全两回事，不一样吼。过来就是爱用配天福配地啊，用配天福配地，安尼才是真正坦白光明啊。啊无当时啊人讲。咱应该拢捌听讲一句话，听人讲一句话，讲咱若准无做亏心事哦，有影人半暝来甲咱弄门啊！啊，为虾米咱毋惊人半暝甲咱弄门？因为咱也配天啊，配地，无做对不起任何人、任何对不起的这天、对不起的这地代志，通通没有，心安理得。啊，然后惊人半暝来弄门，我哪会惊？惊！无当时啊，咱若阵，讲你半路咧开车，啊开车呢，若阵拄仔头前我咧试的，迄个叫做啥？警察车嘛吼，伫遐迄早，讲实在，我那班咧，看着惊一个。啊，为啥物惊一个？超速啊！
咱超速的时阵看就会惊，咱若无超速，拢规定在这时速内底，款内警察搁着徛偌济，而且咱嘛无咧惊着吼。啊，咱来咱用物件哦，要有交通的哦，表示说我们已经有问题了，哦，是毋是安尼？啊，所以你今天摊配公民，伊所呈现出来、所呈现出来，就是人讲嘛，千工有水，千工万万里无图，万里天啊，完全一片公平。是安那？千工内底会当反映出着即个千工万，为了一点尔，为虾米千工的即个工面内底拢会当看出着即个画？表示讲即个溪水、江水呢，无一点仔污染啊，伊是足清澈的。如果若真有一点仔污秽的话，月亮照落来，有可能这条溪会当反射出这个月亮，另外一条溪就无袂当。他有办法千江有水千江月吗？无可能的代志。啊，万里无云，万里天嘛是共款。啊，看起安尼，规片拢是青，这天拢是非常的蓝，啊，拢无一点仔乌云，安尼较会当呈现出讲万里无云啊，一片晴空万里。啊，所以这完全就是讲咱人心中的一种这个意境，里面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呢，上中内底伊甲咱讲，讲这个叫拖底桶啊。咱伫这个画面看的这个，咱敢捌看过？有的人可能无当去看，这古早时代吼，人咧抢水吼，甚至内阵较大的吼，较大卡迄个洗身躯用的，这个是木桶，因为真少人咧用这个。但是要抢水下底，这个木桶下底一定是安怎，嘛是房啊，甲箍条，啊无水过头啊。但是真正讲土地桶就是讲，这木桶的下面呢，伊并无有物件，对这边看过，会当看出到对面啊，这个叫做土地桶。啊，为虾米上中内底伊要讲这个土地桶，伊就形容着咱人这个意境，心中无有任何我上、人上、众生上、受者上，所以叫做土地桶。所以意境就咱先就他拄咱讲，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个叫做坦白光明，这个是坦白光明。啊，所以咱今日讲要超过生死百万了，要倒转去，难道咱来排光明啊？真噶，当然这物件是绝对讲袂使倒转去的。哦，所以咱来想看觅。今日，咱这社会，咱这世界，有乱无？讲实在是乱啊！去年吼，咱台湾有做过一个调查，安怎调查？伊讲用一字来形容着咱现在这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现象，讲一字尔。调查出来上界济就是讲，写是讲叫做乱了，上至政治面，下至一般凡夫百姓，就是个乱字。啊，其实整个世界不只是安尼啦，毋是咱台湾啊，都拢是安尼。啊，所以人讲有讲人心不古啊，人心不古，所以过去咱生活。啊，阵来开刷讲，你再甲咱强调啥？讲咱若阵无好好赶紧受到呢，未来结束是真济。啊，有影咱甲看结束有济无？较早呢，有一摆灾，不管是旱灾、水灾、地震，啊，即摆呢非常的频繁，已经接近讲所谓的常态去啊。所谓的常态，
啊，为啥物会即款现象？其实啊，讲世界现象，其实对咱人即个人心所映现出来，从我们的人心所映现出来的。所以咱老师呢，伊就甲咱自己讲一句，伊甲咱讲啊非常清楚啊。伊这是一篇论文吼，啊，互我甲点过吼，这是劝学篇啊。伊讲啊讲，古之简切难得，今之书籍朴重，然今古之道德学问，何以相异如此？实乃古者该品实礼乐，深入道德，气质交天地，这个先哲关关福音不移，不是一己之财地，提治天下动乱邦夷。诸君观今世之波澜规则，规矩导引何处？无非贪嗔痴，因循推演，使人陷入无边深渊之难自拔。当然，咱老师即个所在并无讲写着即个劫数即个劫，实际上伊即个字面上已经甲咱讲甲非常清楚。咱较早人要读册。无简单嘞，你迄纸菜轮仔袂发明纸进前吼，迄阵诶册拢是安那用迄个竹仔来刻字。啊，用这个竹刻字，较少人要刻一本册，像咱即摆一本册啦。啊，我看啦，爱40-50倍，这重量。我较早这人啊，准讲要去上京过来要用啥吼，咧厝里有一句成语讲叫做汗牛充栋啊。炸规部车出来，咱真正炸足侪车安尼。来，即摆人啊，要看册呢，有简单无？凊彩安尼一个光碟片来，一个随身碟内底吼，比过去安尼规部车还佫较济。家己讲，你今日得到了这个知识足简单，较早足困难。要毋过为虾米所要爱这个？圣人先论伊留下了这文字目的所要爱，到即摆所得到这个结果呢，却是完全无共款。我理解一下，讲古早的人拢勤习于练，深入道理，啊，即摆完全无共款。咱来讲啥？讲即摆这学习的态度就好啊。这几日无走，我拢有咧看一个。教授，迄教授名我就莫讲啊，讲即摆大学生若准去读册，拢去遐搭，因为拢做欢喜啊，迟到拢摕一个早餐去遐食，啊食啦，就开始去爱就拍伫遐搭，啊教授也无要管。这个现象当然毋是讲每一个人拢安尼啦吼，啊既然有人安尼讲，安尼出来啊，表示讲社会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最近可能咱拢有听过一个话题，较早2000年之前，我讲1999年，啊1999年讲世界末日啊，其实也无啦吼，啊你话佫换好而且，即摆讲啥物？2012年，佫开始咧查，我的确这是有个人商人吼，伫咧查伊咧落咧跳啊，袂停。但是有一个俄罗斯出世伫俄罗斯的一个囡仔，今年7岁。伊讲伊是对迄个火星人来转世。啊，那电视有哪有去甲访问呢？我讲迄话哦，真正超越他的一个小孩子的智慧。咱大人啊无法度讲遮。咱讲到这个2012年的事情，但是我不爱讲啦吼。但是讲的这点，互咱省思。伊讲啊，讲到迄时阵，它会有一种核子战。啊，为什么会安尼？当然这是伊讲也是一种上天的安排啦。伊讲不得不这样。因为伊讲若准无安尼，无法度唤醒着咱人类的这个心啊。伊就比如安尼讲啊，
你讲安尼，就迄个主持的人伊安尼讲，讲像你即阵咱爸爸水灾，咱莫讲爸爸水灾就来有时间，但是咱有即个爸爸水灾了后，咱甲看，无论北部啦、中部啦、南部这人拢安那去救灾，人生的即个线的一面拢怎出啊？但是假使讲若都无遮呢，或是拢爱沉沦在即个约内底、名利内底。啊，即个囡仔，即个囡仔伊安怎讲来讲，就是讲咱用一句话安尼，我无通唤醒着咱即个人心，所以不得不这样子做。咱是讲咱有一寡人吼，要叫来修道啊，我过了好啊。但是咧过了好，当时当伊遇到困境来，就睇讲我无修道袂使安尼啦，同款意思。啊，然后这个小朋友呢，伊佫讲一句讲咱人，这个心内底还佫有一种，伊并无讲咱人人性本善的，伊讲安尼就是要来找出着咱人一个比较高层的心的一面。就咱像咱就是讲人性本善的那一面，给它找出来。啊，其实呢，上帝来做，咱讲话讲，实在是不得已啊。不得已，咱上天教甲咱警告这些，有啊，拢咧警告啊，但是咱拢爱搁伫咧沉沦卖卖啊。啊，原因是对啥？当然是咱人即贪嗔痴啊。啊，就是讲咱人心无贪白，咱人心无公正。简单讲就是讲，咱拢爱搁在这个轮回当中，既然轮回当中接受着一定是有吼，爱公正无私。公正无私，什么叫做公正无私？当然毋是讲我分碰倒吼，啊一个两个人要分一粒碰倒切落去，拢总平重啊，迄叫做平大粒、平大平，那叫做公正无私啊。当然毋是安尼。当然这是最主要是讲咱人一点爱心所呈现出来的，对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伊所接受的是啥物？咱亲像咱一个老母共款啊，不管讲咱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甚至讲较早较后生讲生一打的，咱袂讲即个阿母的心，生12个变成12%，没有啊。有可能讲伊要互伊的物件物质方面会减少去，但是最终伊互伊的爱心敢会减？有会。迄是老母对着这囝一种这个爱心嘛，那叫做公正无私。所以人佛菩萨对着咱这兄弟姊妹叫做无言大慈，同体大悲，伊无私心，他没有私心。你若真讲有私心的话吼，咱遮拢惨啊！啊，当然伊也袂当成佛啊，当然是袂。所以，真正公正无私，第一个要件当然是一定要有爱心。咱若准无爱心的话啊，咱就唔免办啊。咱伫厨房内底敢莫有爱心？咧煮物件敢莫有爱心？嘛是要爱心呢。啊，有一个先生，有一摆咧煮，不知道什么原因，煮的啊。过程哦不大高兴啊，结果煮出来哦，那味道就不一样了。啊，咱有一个前生甲讲哦，你就是缺少爱心，因为你做的过程已经毋是讲我这物件就是要互咱这弟兄食啊做欢喜，那爱心没有。啊，当然这爱心无的时阵呢，悲心就袂出来。啊，悲心若准袂出来，咱讲要去救度呀，弟兄讲要度人。当时啊，是安那，就会变成被动，变成安怎？就咱像咱今日讲咧听道理共款，变成一种人若咧入班，我来入班啦。啊，若咧讲要度人呢，无好啦，无来啦吼。毋是出自于讲真正讲咱今日就是
这种大悲心要去度人。啊，所以咱咧讲道夫会用顶袂用顶国，其实来讲实在原因是真济啦，但是这点我感觉讲占了很大的因素。因为无失，迄个心无失啦。啊，既然迄个心无失的话，伊所做出来的工课当然是无失，会感应袂出。啊，所以人讲话讲爱生米食水甜，其实只要咱有迄个爱心，都会刺激啊。咁一定讲爱款真济真好的料理。有影咱来度人甲讲，一定爱讲一大片的道理，有当时做我讲道理，不一定度人，不一定。所以心一定爱欢喜，人高兴付出有心情心甘情愿的讲。哦，啊，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拢总是这样，呈现出咱这种恭敬无私的这个心，这个真正办实事啊，哦，是毋是？所以呢，这是咱老前面对着讲，咱今为虾米当超生了事的一种这个原因啊，也是咱必须爱去做的。过来咱老前面讲，修道之人对人而事，拢爱坦坦白白、公公正正，应当做的代志，拢爱自觉真正做；不应当做的代志，拢爱明理坚决地不做。那么这句话呢，其实这是咱老前面再一次的强调，讲咱对人一件代志，拢爱坦坦白白、公公正正，他是在做一次的强调。当然啦，以后不要特别说出咱应该做的，拢爱精致做；不应该做，拢爱明理坚决地不做。所以呢，这代就是咧讲啥？讲咱是毋是精致？咱若做无够精致，当然啦。咱应该做的代志吼，当时啊，咱嘛办。当然，咱定是讲啊，啥物叫做应该做，啥物叫做无应该做。啊，当然，咱顶面话有讲的啦，坦白、光明、公正无私，拢应该做的。咱搁换一个名词来甲讲，对着咱心性有法度提升的、有帮助的，迄拢总咱应该做的。当然啦。反倒来讲，咱也总无应该做，但毋过偏偏有当时啊，咱会原谅自己。咱老师讲，原谅自己、姑息自己、放逸自己、看清自己，就是懈怠的开始。啊，要紧啊，反正嘛无人看哦。啊无一摆做的，后摆佫莫做啊啦。伫转头啊角的时阵，心念咧浮现的时阵。咱拢会原谅咱家己，甚至呢，袂甲讲，这不要，这袂使，啊，就是讲溜去。咱一般讲率性，是率自性，会率性，但是咱拢安怎？会专处的溜静的，拢率着咱这个习性，不应该做的，来，赶快偏偏去做，不简单。这所在，你真正讲有法度去啊，转会过，当然需要靠功夫啦。所以呢，咱老师较讲，咱师母啊，咱师母老大人，民国37年的主持修行人，爱讲实话，办实事，上不了方便，老庙下不了方便，前路心如清，如白如水，不要为物所累啊。咱师母老大人民国37年，咱共款特别甲咱主持讲，修行人爱讲实话，办实事。爱讲若要安怎修，嘛讲实话，办实事。才讲上不了方便老庙，下不了方便前路。咱老母娘，就生咱人灵性的人，咱老母娘就是灵灵上帝。啊，其实咱人的自性出自于咱老母。啊，当然，咱有当时讲，咱做代志袂使欺骗上帝。啊，其实啦，咱若讲欺骗上帝，即种拢是欺骗成啥？成欺骗啥物人？当
当然是先欺骗咱家己啊，欺骗咱的自信良心嘛。咱无先去欺骗咱家己，咱会敢会去欺骗着咱老母呢？当然是袂啊。咱要罔背咱前夫的种前任，或者是咱的后客，当然是先罔背着咱家己。这是一个足简单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呢，咱做任何一件代志，就是讲我们要先问问我们自己。毋是讲我举头来看咱老母有咧甲咱看，或者是看别人讲伊的观念到底是啥物，应该毋是安尼。是看咱家己，看我们自己。所以咱应该收到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你对是啥？咱你坐修办道的立场，包括就讲，咱要导人，咱咧是讲师，咱伫咧开班，今仔坐即个所在，咧拄人做工课，任何一个立场，迄拢总是一种即个作为。其实这个立场。拢总就是咧收咱家己，所以迄个体理对是搭，体理咱家己啊。不管讲咱现在所做的这个立场到底在哪里，它的本体是咱家己。所以一切修办都拢是爱反求诸己，反求诸己。所以这一点如果咱若准无把握的时阵呢，那呢，咱讲利道就晚，利道就晚。所以咱师母呢，佮较甲咱准备讲一句，讲心如清如白如纯，不了为物所累啊。心爱清，爱白，爱纯。其实呢，伊这句还是在强调咱顶面所讲的坦白、公正、坦白、公正、公正无私。清。什么叫做清？清像水的清，一个银行水咱甲放来，以后杂质，这个水面，咱要看咱的这个面相，咱看袂清楚，迄就代表讲已经无清啊。所以真正讲有清，就咱真一个足清洁的这个行共款，伊会应书应不啊，应而不从。迄个是真正即个清，白呢，咱亲像讲咱伫画图共款，你把画图拢大部分拢会用白色的图画纸嘛。为啥物要用白色的图画纸？因为原底当中就是无有任何即个色彩林内底，所以我今日我要画啥物靠我图通去画啥物。所以咱一般讲有个语片叫做西风嘛，西风为什么还叫做西风？以五行来讲，西风庚辛金金属啥物属白。所以咱老师甲你注意讲，咱要倒转去西风，心一定爱清清白白，共款意思。所以咱的心爱如清如白。而且爱如纯啊，单纯，无杂质，没有杂质。其实内底来所讲，这个清白纯，伊是咧形容着咱人这个心的本体。来讲啊，菩提自心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表示讲，咱的心内底完全没有任何的杂质，通通没有。亲像迄个木桶共款是拖底桶的，是拖底桶的，无有思想，无有贪嗔痴，这些通通没有。所以呢，一个咱来讲水啊，今日咱伫修办道，拄仔咱有讲过，讲要扶现代志、当地代志啊，一点心要安怎会当发出来？爱讲爱有爱心，爱有无私心。咱要有爱心，爱有无私心呢？当然咱心一定爱清白纯。咱真是讲这个水共款啊，水要安怎靠产生它的万用？伊水本身啦吼，伊用途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讲一面桶水来，已经内底有杂质啊，咱敢要摕来洗身躯？当然是袂啊。啊，表示讲即个水真正讲会当产生它的万用，本身伊的水呢，即个水就是讲一定爱清、爱白、爱顺。伊的本体面一定爱安尼，所以咱要摕来洗身躯也好，要煮饭也好，甚至要起厝也好，拢总马紧都可以用。若无呢，只要有杂质，上加是去灌溉、去压水、压花安尼，咱无可能洗水洗面。所以伊的用途必须要受限制。即个你讲出嚟讲。咱今日要安怎讲真正正？我们来度化一下日子嘛。如果咱自己本身的心内准无顺的话，无清的话，无白的话，嘛是共款来你有限制条，还是会受到限制。所以咱老前人家讲实话办实事的，诸如一滴冰刻于我心，将未克服。我们修办道从伊开始到现在，无论哪一件事，拢可以说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啊。所以咱老先生咯，伊甲咱注意讲，讲对着讲实话办实事这件代志，一直铭刻于心嘛。所以这大话已经甲咱显示出啥物？咱顶面讲的，我们超生了事的这个要件内底，咱老先生讲一句话，我们要复合，已经复合，一直铭刻于心啊，将伊克服啊，连一点点仔时间，连一点时间，都拢袂去甲疏去。所以讲啊，讲对开始到现在，当然啦，要是讲。咱老先应该是讲，啊，佫包括未来嘛是共款啦。袂讲亲像咱，随着这时间空间的变化，就无共款啦，心就无共款啦，两套模式。但是咱老先理解，对伊开始到现在，无论对一件代志，哦，特别指出哦，我无论做一件代志哦，毋是讲像咱哦，当时拢有顶代志，看代志。来看人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就是讲，而且咱讲一般这个代志，今仔就讲是着服务，有的人讲，啊，无你去听道理个啊，才服务还佫有人的，有啊，开来做工课安尼啦，做工课。该咱听道理时阵，咱听道理；该咱做工课时阵，咱做工课，就袂紧工课。啊，当然啦，这是一个比喻啊。当然，这讲无论哪一件事情啊，不要讲真正，拢可以说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非常的干净。要是讲，咱拢真顺、真清、真白，吼。所以咱讲无有拖泥带水的代志，也无有分罗不清的代志，这拢总是天人共感的，真可以说是独行不开影，独罄不开筋啊。咱老先生不只是讲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伊讲哦，讲没有拖泥带水的事。什么叫做拖泥带水？拖泥带水就是讲，咱一身躯内底熬了乌糜啊，熬水。咱今日若对洗身躯了后，换一舒适的新的清气的衫裤，是感轻松。但是若就讲这身躯内底熬了乌糜啊，熬水，我们觉得怎么样？不舒服嘛？啊，其实这句拖泥带水，伊在这个上章内底啊，伊有安尼讲，讲咱应修办道，不要拖泥带水。安怎拖泥带水？比如讲，咱讲来研究平等，咱嘛知影研究平等的这个好处，咱嘛知影背景的这个好处。要毋过有的人，就研究平等了后，
画经了，到尾啊，怎么变成了这个文字相？当有了这个文字相以后，那叫做啥？那叫做拖泥带水。有的人，伊想要做善事，要布施，布施做善事是好代志啊。但是当布施了，就是产生了这个功德相，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拖泥带水。本来就无需要遐物件，你做要做啊，就亲像这个行共款做咧，伊用啥物，有啥物件用啥物物件出来，然后书来这用书去这不准，用字不中，就完全没有拖泥带水。但是咱今在修办道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咱名为伫咧修办道，也毋过后壁面还阁有一寡水，有一寡棉巴对伫后壁。所以咱老前甲咱讲他都没有这些，完全拢无，所以毋才讲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也就是讲无应该有的上分啊，完全扫掉。当然修办道免不了一寡，要有一寡工具啊，迄叫做法门嘛。这法门，咱亲像咱要过河共款，一定要有只船啊。啊，迄个提牌啊，但是咱过去了后，这个物件一定要放落去，啊，毋通去带掉，带掉叫做拖泥带水。咱后前佫讲毋通有分罗不清的代志，伊讲伊无啦，啊，当然就是甲咱讲咱袂使有遮呀，分罗不清，简单讲就是无清啊，无清气啊。所以拖泥带水，咱以思想面来讲，分罗不清，咱甲讲行为面来讲。其实咱伫咧修办道，咱时常讲爱三清四净，啊有15条规，这种是咱应该做的工课。比如讲三清，性还清、志在清、男女皆行清，这拢总爱清，这咱行为面爱做的。15条有几？谨言慎行，这第15条。咱头前咧卖讲，咱即摆讲第15条，谨言慎行。因咱即摆咧讲是咧办一事嘛。其实言甲行，拢总是啥物个即个影射，是咱人心的即个影射。咱有啥物款即个言，咱款咧即个言，就是代表讲咱人有啥物款即个心。所以当咱会当谨言慎行的时候，其实咱头前所讲的，不管讲是尊敬师傅啊，不管讲是循规蹈矩啊，等等这些，咱拢自然就去做。上较惊就是讲毋会谨言慎行。开始就较拄仔咱头仔讲的讲，转处不留情，袂在意啊。佮换一句话甲伊讲，叫做不在意。所以拄仔咱前人，较会甲咱做介绍。我会记哩，咱每一厝咱若做有班，咱前人拢会讲，爱准时。提早啦，其实准时啦，所谓的准时就是安怎？就是讲咱已经坐伫即个所在，班开始8点，就是讲所有人拢已经坐咧啊。安尼才叫做准时，是讲准时8点，咱已经有即个成员三性堂内底，叫做准时，毋是呢，是班开始，大家拢坐伫遮，大众请起，你每一个拢爬开啊。所以这第几条？叫做循规蹈矩。所以这15条有几，大家拢会晓背啦吼。啊，不过偏偏这个代志吼，那亲像大家都很不在意。所以我会知吼，这8点55先讲前啊，就是讲我7点55，讲前啊就是讲已经要开始啊，就是讲大家爱注意啊。警钟啊，咱叫做警钟。然后我就去即个餐厅遐看，这钟啊亲像无啥安尼，回来要慢慢啊食。已经开始班开始了，或者再去看一下。
哎，还有人咧吐喙齿。我实在这个应该不是后人要讲的，但是哦，今日有讲到这个所在嘛吼，是摕来做参考啦，真的做参考。因为咱有当时啊讲一寡意见讲啊真悬，但实际上这个单位咱讲做袂到的话，其他事情真的不要讲，循规蹈矩，好是不是？所以咱老天爷讲都没有这些事情，因为这拢总是天人共感惨。不管是人看会到，人看袂到，人看会到行为，人看袂到思想，我们老前人拢总是上会当对起了天，下会当对起了咱每一个人心。所以讲独行贵言，独情贵真啊！我家己咧行时袂对去着即个影，啊，逐阵家己咧困咧，袂对去着我即个年照批啊。因为即个影就是对即个身躯来，伊也表示讲吼，我所做代志拢一切拢总袂对比着，我是心安理得啊，心安理得，好。所以咱后生人讲安尼就是最主要讲，咱人伫无人看的所在，上界容易放松，甲着放肆。有影，我嘛是安尼吼。那有看的所在，拢上界容易放松跟放肆啊。啊，咱无法度提升，也是即个所在上界无法度提升。啊，意境呢，所谓的意境，就种迄个隐微之处，啊，上界歹去啊掌握。包括就讲人看袂到的，包括就讲咱人这个心念，我们人的心念啊，真的不好掌握，那叫做意念。所以咱大家讲圣心为一，品为二，一而以动机，心心不离温明，恶有以动机。这个心物的物件，意念的物件。有当时啊，我安尼想就是讲，咱为啥物遐管念头？也是讲迄个经济无死啊。啊，所以这个时阵咱该注意啊。因为有咧经济无死，咱有才有迄个念头。咱是讲咱今日经窗口，咱看着讲迄个肉，咱袂想要去食，表示讲迄经济已经死啊。但是咱若讲有其他即个念头、歹念头，当出现时，就是讲咱无去做。但无经济无死，无对咱会晓控制咱家己。但是当因的心色来时阵呢，唔会做吗？不一定哦。啊，所以咱老先生最主要就是咱强调这一点。哦，啊，所以吼，那以后捌看到一个影片，叫做“于敬欲公欲造神”。啊，为虾米叫做于敬义？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名啦。伊本来的名叫做于都，啊后来叫做改名叫做敬义。啊，当然有一段这个过程，伊最主要是讲着讲咱人这个修办道，在这个人不道不处，在这个污米之间呢，还是足重要。但是咱家己感觉讲，咱亲像也无做啥物唔对，啊，实际上我们已经做错了，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所以呢，咱来看，简单看这个影片哦。哦，伊讲伊建议讲伊造是这宜都啊，伊去顾着这个。点选操作。当然，这品质对啦，实际上伊这时间足长吼，伊的时间足长，但我剪接而已嘛。真是一言难尽。孟学一身行止，效行善正。出落人后，18岁即出生，美是必高的，与
同养生11人，皆如苍舍，悉自放生，戒因杀口有言，为千夫令师7颗劫不中，自反一生并无功。这个影片咱无法度看，咱若真有机会，咱家己看。我简单的把这个过程讲一次啦。不要用了，不要用了。这是明朝的一个人叫做于都，那么伊这18岁时阵，伊考调秀才。啊，毋过呢，因厝真瘦。啊，以后呢，就是讲以后你考试时拢无法度人去考调，啊，所以伊伫咧因即个庄头内底，啊，甲着因当时考调一寡秀才人，组一个类似迄款读书的迄款，后来叫做文昌社，文昌社。啊，文昌社就是咧供奉即个文昌帝君的。啊，当然伊要做即个文昌社呢，有伊个用道理的，当然也是一方面，人讲要修行，啊，一方面就是安怎要做善事啊。啊，所以因为伊个教，类似咱所谓的教规共款，咱师傅条规，按照因的即个文昌社的社规啦，亲像讲习字、孝字咱调啦，放生、放生、戒灵、戒杀、戒口。用这来咧做做这个文昌社这个教规。那么伊修一段时间了后呢，伊共款啊，伊个考试拢共款是名落孙山。啊，不只是安尼哦，伊拢全部拢生9个后生祖囝，5个查甫的，4个查某的，4个查甫的拢飘去啊。生4个祖囝，3个飘去。啊，这个后生8岁时阵叫攀落去，拄剩迄个祖囝。啊，迄个祖囝呢，到尾啊变成人讲类似精神不正常安尼。啊，伊某因为伤心过头，目睭全青，目睭青。啊，所以也就是因为安尼即个于都伊感觉讲。伊一生安尼，感觉讲我做了真侪善事啦啊无做啥物亏心事啦家己安尼想讲有做啥物亏心事，为什么佫会为着这代志逆境就对啦。有一工的这个过年过年咱一般人做过年拢会送神嘛，对无送神，送啥物神？送灶神，拢会拜啥？拜银仔灯希望讲灶神，叫人们讲一些好话，甜言蜜语嘛伊我写一张书文，啊，将着伊的过程，甲写讲要拜托着咱灶神要提起互即个上帝安尼。但是呢，一段时间几冬过了后呢，他的家境还是一样共款。啊，到甲伊47岁时阵，除夕夜，忽然间有人弄门。啊！弄门呢，拍开就看我一个生妇，伊也捌的，但是呢，伊外表看起是道貌岸然，所以伊就甲请入。啊，因为伊拄因一家呢家境非常贫穷嘛啊，所以就讲伊伫咧除夕的时阵，人一般若做过年的时阵，就讲要做好料理要食嘛分红包要用啥，毋过因一家内底安尼。佫是唉声叹气啦。啊，即个人来的时阵，甲弄门，伊拄甲开门了，伊甲问讲为虾米伊咧甲弄门啦？其实大人即个是啥物人？就是灶君、灶神。灶神就甲讲当然即个时阵伊拄也佫毋知影，伊甲讲安怎讲？我确实听着你内底安尼唉声叹气，想要来问看到底是啥物款情形所以呢，伊
伊拄啊真客气，就请伊去内底坐。啊，请伊内底坐呢，即个余都就将着伊即个情形讲互即个赵军听。当伊讲到一半的时阵，哇，即个赵成来接落讲，将着伊所做的即个代志，包括着讲伊写即个书文，要请即个赵成要摕去上帝遐搭，所有的书文拢念一摆互听，伊听者怎惊一个，惊着哦，啊你敢是敢问讲啊你是赵神吗？你是不是赵神爷啊？赵神爷安怎甲回答讲？我是谁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问问你自己。我来讲，好啊，这个过程就是讲，伊从这个余都啊，从这个过程安尼讲，啊讲了后呢，余都家己心肝内就产生一些疑问，要来问赵氏。甲讲安怎来讲，啊我做遮尔啊侪善事，后习字后安那，后放生后等遮，啊为什么佫会拄着遮个代志？结果呢，这赵成就甲讲啊，你讲，比如讲习字就好啦，小字。啊，小字呢讲啊，你平常时所写这个字，写这个纸，拢黑白淡。习字呢，你包物件，安尼叫做习字吗？就安尼甲问啊。佮讲啊，讲放生，我放生。咱一般讲放生用的，就是讲哦，办放生的时阵，咱即摆一般小众拢安尼共款，然后咱买来啊了后，看去放生安尼。啊，伊讲啊，这赵成就讲啊，讲人有咧讲咧做，你较有做，但是平常时无做，你就拢做。甚至呢，你讲放生，你兜拢甲迄咧抬鸡、抬鱼、抬安尼，是真正的放生吗？哦，这第二点哦。佮来讲借口啦。用这个嘴，这个嘴，虽然讲，当时啊，咱这个嘴讲出来了后，大家自己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无形当中去伤害到人，啊，家己唔知影。所以讲啊，讲这个余都啊，讲你一个书生字也捌真济，啊，口才真好，啊，往借着你这个口才真好嘞，去安那，你讲。伤害着一个人，互人自尊心拢总无去，你家己拢总唔知影，不知道，哦，啊，所以这第三点。啊，这第四点呢，就是讲就是你的意恶也恶。伊讲有当时啊，你虽然无做啥，行为无做出来无毋对，也毋过在你的这心内底，已经有一款念头啊，已经有那个念头了。伊甲讲啊，赵成甲讲哦，你有一款念头，并无代表讲你袂做，只是讲因缘无成性尔。啊，我好好甲咱参考下，讲因缘无成性尔。他是讲来说因缘成性，你还是会去做。要讲你的经济并无死啊，总之并没有死。啊，所以啊，他特别强调，还特别强调一点哦，我要来做参考的。伊讲在即个私自机独处的中间啊，伊讲，伊会产生咱人念头会产生着即个贪念、淫念、嫉妒念、偏激念、高举悲心念、一往期来念，包括私仇、报复念，等等这念头，伫你即个心内底，拢会产生出来。所以，咱赵成甲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讲。如果即若阵拢甲斗做一伙人，你敢真正拢袂动心吗？拢袂动心吗？另外，佮甲讲我讲，小字啦、放生啦、等等遮拢已经是你的教规里面的哦。他说讲若阵无的时阵，伊讲伫教规内底已经做无好势啊。啊，他说讲若阵无伫这个教规内底，伊安尼讲，你可能会更。放肆，所以伊甲讲啊，讲伊讲，要求讲无这财业，讲会当看这财业无对机会。伊讲啊，讲你弟兄已经来不及了，还想要祈福啊？弟兄已经来不及了，还想要祈福。所以我们想想看，有当时啊，咱就讲
我咧收办道，啊，为什么拢要遇到这个代志？其实咱若准遇到这个灶神，甲着这个遗都吼，这个对话，我们讲讲看。其实咱在这个规律当中做了真侪这个做无错，咱家己拢真正唔知影，真的不晓得啦。啊，所以咱老先人伊这个所在特别强调讲，独行不愧于独起不愧进。安尼讲是咧办事师，不只是讲这外表照做这个工课安尼而已啊。咱内心中的这个业情、这个经济，要怎么去谨慎？这个是咱所要做。啊，所以这个遗都啊，伊听到咱这个造成来讲这了，伊也真有迄个忏悔心，讲想要改。啊，咱造成来讲，讲你真正讲要改变你的念，你一定爱改变着你的心念品。所以咱时常在讲修道，咱改变了，这是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问题是我们改变了多少？咱是改变偌济？啊，所以呢，这个遗都啊，后来伊就咧展示他的决心，所以后来改名就是建义，于建义啊。本来叫做遗都嘛，后来叫做建义义，咱的义咧清净的意思。啊，当然打开始的时阵，伊家己安尼讲啊，讲还是昏昏沉沉啊，啊嘛是一寡歹念头出来啊，因为毕竟咱人这个习性吼，这业情经济实在是真的很恐怖啊。除了讲真正斩草除根啊，啊若无随时拢搁咱对掉，都打开始还是会有那些影子出来。啊后来呢，又着咧表示他的决心吼，把这个引导有菩萨的这个观音大士，所以呢叩首，啊叩头，啊这头甲头会讲，伊若准我都人改的话，啊那呢伊永远要对着这个福道内底，所以就是到尾啊，这个意念外头意念都已经完全清净。啊，当然后来呢，他的命运当然是有改变。那若无改变的话，咱这故事拢唔免讲啦吼。讲后来他的儿子也找到了，因头先尾来去吹着咧10几岁的时阵吼，有哪有去考试啊？考掉呢尾来伊无要做官啊，干嘛讲要去教册安尼就好啊。后来因某呢，因某万就因就找着因囝了后，因囝呢，我去。甲着因老母相见的时阵，因某迄个伊正义的太太，这个拄咧欢喜甲流目屎嘛，流目屎，了后因囝拄去用伊的喙齿摕，甲装伊的目睭，装了目睭就搁恢复光明，恢复光明，所以呢，搁恢复到他原来的样子。伊祖囝本底是安尼语戆的，搁恢复正常。所以后来呢，伊讲伊原来失去的，尾个倒转来，尾个倒转来，最主要是讲他的命运有改变。但是咱来了解一点，为什么伊经历后来的命运能够完全改变？不是讲我为了要安尼来做这个代志的哦，完全不是，完全是种真正清净的这个意念，真正是。种无为的心去做这个善事，这个工作。所以呢，所谓的改变命运，它是一个水到渠成。毋是讲我修道目的就是讲真正要改变命运变成啥物款，那又完全不一样，那的念头又不对了，又不对了。所以咱今日伫咧修办道，咱爱了解一点就是讲，咱今日搁要坦白公正。坦白讲毋公正无私，其实呢，咱人的这个念头是足重要。这个所在也是上太歹做，上太歹做。当然咱讲，这个已经当然是应该是还没有。要毋过呢，咱今日修办道就是讲，我今日摕这个故事来讲就是讲，咱这个所在上太歹做，上太歹做，不是爱做的，所以呢，他摕出来甲咱做一个参考研究。所以这就是咱。第24篇内底这个讲实话做实事吼，后壁面还佫有
花，叫做芝兰生于幽灵。本文内底讲，芝兰生于幽灵，不因无人而不通。君子修道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书是亲亲，而不可反其亲。请书撇邪恶，如为邪害，如是芝兰相图文风。这个芝兰吼，伊这是两种草，两种草。啊，这两种草拢非常这个芳。啊，伊讲生在这个幽灵，就是讲无人行较到的所在。啊，无人行较到，伊敢会讲，哎，这反正都无人来吼，啊，我这个芳伊啊，规日摆，要到土棍芳了，敢会安尼？袂啊！啊，当然，为啥要讲即句呢？最主要就是咧甲咱讲，咱今日咧行修办道，咧做修办道即个工作，做伊个兄弟姊妹个工作，敢会当讲，哎，反正也无人怪，我做这是要弄啥呢？无人快敢来做，无人快共款爱做，更加爱做，更加爱小心。哦，咱这边已经讲啊足清楚啦。无人看的所在，要更加小心，啊更加爱做。甚至呢，人甲咱诽谤讲无好听的，咱更加爱做。这是咱老前人甲咱特别强调。所以后壁伊讲君子修道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啊。咱应该修道办道，袂使讲因为遇到困境来改变着咱这个志节。其实啊，人讲修办道，敢有迄个无考验的？修办道一定有考验。为啥要安尼讲？今日咱去读册，读国小，你国小毕业当会考试，还是要考试？咱今日来讲，无你摕着国小毕业证书，咱会使卖去读，自然就袂爱考试。啊，当然无考试，当然就袂张证书啦。这是一定的条件。啊，当然咱今日有着考验，第一就是讲咱有业报，咱有业报，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咱在修办道过程当中，免不了有着一寡理念无共款的。啊，既然理念无共款，哎，修办道过程当中就讲，袂当无可能讲我去办道，就有这工拢会当顺序啊，不可能。像讲老师伊讲去周游列国，哎，为啥物要周游列国？就是讲在当时的这个思想之下，就是讲快跑了人意就对。啊，既然是安尼，毋叫你周游列国。啊，既然周游列国就是讲有真侪思想甲伊无共款的。啊，既然是安尼，当然会接受考验。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安怎要成就伊，要成就他。啊，所以呢，咱上边甲咱考试。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哦，啊，大考验才会大成就，这不是八股，这个绝对不是八股。啊，当然啦，我们可以选择逃避，咱想啊，我要去读册啊，我去读册当然就没有这个成就，哦，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啦。书喜亲亲，而不可反其亲呐，亲亲情义上，亲义咱家己的亲，咱家己的兄弟。哎，毋是单讲亲戚外口的这种义啦。所以咱讲爱顶面所讲的信息力、有稳味、压有动机，在这个谨慎过程当中，当然就是爱亲近着咱家己这兄弟。啊，当然反倒来讲，不可反其亲啦，袂使违背着咱这个兄弟。啊，所以呢，在这个言行当中，义内底爱做注意吼。所以这人在讲吼讲。哎，屁啊，邪恶如邪的，就是讲，伊意思是讲，虽然讲小小看看一个念头，哎，咱真讲这毒蛇共款，毒蛇共款，唯恐避之而不及啊！哎，毕竟也是小小看看的念头啦，准一个出来，哎，星星之火只为燎原，咱袂使无谨慎。所以呢，如是自然上土分风啊，上土分风。咱这入口当显露出，要无呢，这绝对无法度当显露吼。修心立德必须爱天我凡喜怒哀乐，不共节者，难免意入魔境。
专门成立功德，不但无可相济，为向右结孝结定吼。所以修道立德一定爱听哦，测悟。哦，咱顶面拢已经讲过啊，怎么精进？哦，咱袂使害太济，要测悟。喜怒哀乐无中间，咱免无紧啊，咱人情绪，咱人即个喜怒哀乐了是啥？咱的得失心、得失心、宠辱心、荣辱心，要是讲安尼起起落落真大，安尼叫做无中间啊。啊，既然是安尼话，了是讲咱的心已经是无境，当然会，即个无境哦，但咱看这文字咱真是奇怪啊。也无去做啥物恶事吼，来讲用无境来讲，当然咱这是依照本个意境来伫咧讲啦。咱是陆作明大师甲林武地讲，你心邪共款啦。哦，所以这是文字上的一种的即个表白，哦，表白啊。若无一般人伫咧讲啊，我只要来去票市内底布施1000块啦，啊刻一个名，伊嘛讲伊做善事啊。但是依照咱即摆的立场来讲，不一样，哦，不一样。啊，所以咧，怎么成立功德呢？我们有功德吗？啊，那安尼讲有功德，当然是无啊，因为迄是伊的物件嘛，那叫做功德。见性是讲平等是对啊，啊，真正功德是对一大后壁面咱做的功德啊。所以讲，不但无法度通经济，而且佫结孝，孝不但袂当行，而且又会结冤啊。因为咱所讲的这个。功德，那就是一种福德报，啊，这福德报毕竟拢是富贵报，可能咱会在这个心境无提升的情形之下，咱在这个富贵报内底还佫造业种啊，不一定吼。所以不归是德，不能消安，不停功，不能了万关，不能了南法乡嘛。所以这又特别强调了哦，咱来归是德爱行德功。咱如讲是为凡是事，咱开当真正来行为是德行德功，安尼开当真正即个消冤了冤的。啊，若无咱真像咱陆道云大师讲的，讲布施供养服务变心中三恶愿来做，逆众修福特别做，后世得福做还债。咱毋是培养是德，咱毋是行德功。啥物叫德功？由咱的内心当中所行出来一种真心，所以咱讲德心就是道场啊。伊完全无做作，是无为的，内心中无有贪心痴，有阵时咱做好善事内底还有贪，所以迄拢总毋是德，迄拢是德功。所以咱就做云大师，毋才讲布施供养服务咧无对，但是咱直接以来迄个三恶贪嗔痴，咱拢有迄个业受经济内底。迄个物件咱总无消除呢，其实咱众人讲有做了即个福报，也毋过即个罪共款那个低。安尼要咱消冤，安尼要咱了冤，是毋是？所以呢，咱其实这是咱另外一种内底的，即个诊断尔。顶搭就是咱等下一个讲师讲的一个前提。